产妇家属，看一下你这8斤6两的早产儿。我李健入赘林家9个月，当牛马贵着天，就为了对自己的酒后乱行负责。到头来，我是负责给黑贵接盘的。老天爷，你他妈的玩我！李健，你看你一脸穷酸晦气样，去那边楼梯口等着，不许靠近产检室，免得影响我肚子宝宝的运势。4月12日，这是5天前林巧最后一次产检那天，我重生了。老天爷，你什么意思？让我再被羞辱一次！我能看穿墙，这是透视眼。胎儿一切健康，不出意外会在5天后出生。只是这孩子生物学上的父亲不是亚洲人。医生辛苦了。至于有些事，你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乔乔，这孩子真不是亚洲人。要是孩子生下来差别太大，那李健就算再蠢也会怀疑呀。怀疑又能怎么样？我当时选中他下套，不就是因为他可是底层没权没势的废物吗？他要是敢不识抬举，我保证让他在金陵活不下去。不是亚洲人，是白人混血不也挺好吗？至于李健那个窝囊废，就算生气又能怎么样？最后还是得老老实实回来给我们当牛做嘛。好，真好。我以为上一世他们是嫌弃的出身不好，还无意让林巧未婚先孕。原来这从始至终都是他们林家的阴谋，让我当遮羞布，当挡箭牌。在他们眼里，我连狗都不如。李健，我不是让你在外面等着吗？谁让你站在这儿的，晦不晦气啊？巧巧，我怕你做完检查不舒服，需要人扶才。服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这双洗盘子洗出来的糙手，配碰我女儿吗？没用的废物！今天下午你去一趟原石街，缅甸那条线断了，公司3天内要一批翡翠原材料，搞不定，你原石采购经理的活你也别干了。3天、5天，不着急。一双看透一切的眼睛，赌石、翡翠、林巧、林重山、张玲。上辈子我是被你们牵着走的狗，这辈子我要用你们的钱买你们的命。谁呀？进来！爸，这份采购资金申请您给批一下。采购额度300万，让黄秘书跟着你，敢耍花样，你知道下场。记住，没有林家，你就是个底层泥腿子呢。老狐狸，防我跟防贼一样。要不是你们林家没人懂原石，要人顶锅，你怎会用我？既然你们先不忍，就别怪我用你们林家的钱踩碎你们全家。你放心吧，我这就去原石街办正事。雅琪，你跟紧点。林董，我办事您放心，不过我那房贷你要抓紧哦。李健，我可警告你，到了原石街别给我惹事儿，出了事我马上举报你。如果我说我今天能用这300万赚回3000万，你信吗？就你一个废物赘婿还赚3000万，你知不知道赌石10赌9输？李健，认清自己的位置，别总想着那些不切实际一步登天的事儿。那咱们打个赌，如果我赚不到3000万，我跪下来给你磕3个头；如果我赚到了，你以后见我面叫一声剑哥。我说往东，你不能往西。行啊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死的。
哟，这不是李经理吗？来选公司用的料子啊。张老板，今天手痒，我想玩2块。哟，这不是我老同学那个林家的上门狗吗？怎么，林家没人用了，派你个窝囊赘婿来丢人现眼？赵天豪，我们各玩各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各玩各的。我爸是精灵珠宝龙头，我玩一块石头，够你一辈子收入。你这种垃圾货色，配合我一起玩吗？把你们店里最好的原石搬出来。今天我带了5000万，就是让某些人看看什么叫差距，什么是云泥之别。这赵天豪果然是个草包，挑的那几块石头全是废料。老板，这块我要了。李健，你傻了吧？这种垃圾石头狗都不要，你是穷疯了来这搞笑的？李健，是不是疯了？你买这种废料回去，林董会杀了我的。别忘了我们的赌约。行，你死定了！安排2台解释机，今天我就让这废物赘婿输得跪地求饶。等等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和你赌了？而且，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赌？李健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知道自己一定会输，害怕了？我的意思是，赢过你，我有什么好处？你还要好处？李健，我看你真是穷疯了。你不会真的觉得我800万买的料子可能会输给你10万块买的废料吧？万一呢？好，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这是明天丰都国际原石大会的贵宾邀请函，整个金陵8大原石珠宝世家也只是1家1张，而我赵家有2张。如果我输给你，它归你了。行，那我就先谢谢赵少了。张老板，可以安排解释机了。张老板，我们公司急需顶级翡翠，你这边有好货。周总，那您来的正好，赵少正和林家李健比赌石，而我看赵少手里这800万的原石一定能开出好货。新月，你来了，我这正好有好戏看，看我今天怎么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上门女婿。看到了吗？冰种，这水头这颜色至少值1000万。该你了，上门女婿，你要是开不出好货，就给我跪下磕头。垮了，果然是废料，10万块打水漂了。废物就是废物，你是要自己跪下，还是让我的人帮你？这不可能，这是极品帝王绿，我做了30年生意，没见过这么好的。我出1000万，1500万。李健，2000万你卖给我，今天咱俩的事儿一笔勾销，我不跟你计较了。一笔勾销。你花800万买的冰种值1000万，我花10万买的废料值3000万，所以这个邀请函我收着了。李健，我是不是给你点脸了？赵少，你不会输不起吧？新月，你怎么还偏袒这个废物？他就是林家的废物赘婿，我俩这次比试完全就是个意外。偏袒？我只知道愿赌服输。李先生，这块帝王绿我出3000万，你卖给我。成交。怎么说？健哥，你厉害。赵少，多谢。以后我再有好货，优先考虑你。李健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没完。没完？好得很。羞辱过我的人，我会1000倍万倍的讨回来。好戏才刚开始。
周总不愧是出自顶级珠宝世家，专业细致又不失气质。李先生说笑了，反倒是李先生一眼定乾坤，10万捡漏极品帝王绿，绝不是池中之物。我想周总带我来这会客室，绝不是想单纯恭维我。周总有话不妨直说。如今珠宝行业原料紧缺，赵家在金陵根基深厚，林家靠着缅甸原石渠道一家独立，所以赵林两家私下结盟，试图压周氏一头。难怪周总今日不惜花大价钱买下这块翡翠。李先生洞察力也很惊人吗？那不知李先生愿不愿意和我们周氏和我合作？周总，我结婚了。周氏珠宝有资源有人脉，你有顶级赌石眼力，我们强强联手，既能打破林赵两家的垄断，也能帮你挣脱林家的束缚，重新开始。合作愉快。混账东西，你还敢回来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今天干了什么好事儿？你还知道回来？原石街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300万攥在手里，料子呢？料子看好了，但还在洽谈。洽谈？李健，别说我没警告你，你就是一个上门废物，别给你点权力就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我让你3天搞定原料，你反倒去原石街招惹赵天豪。要是因为你连累了我们林家和赵家的生意，我扒了你的皮。今天这块帝王绿的事儿，我需要你帮我封锁消息，不能让林家知道。现在我还不想和他们撕破脸，毕竟还有更精彩的在等着他们。好，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招你这么个没用的入赘女婿，9个月了没赚过大钱，天天吃我们林家的，住我们林家的，如今竟然还学会了四处惹事儿，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翅膀硬了？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别忘了，你今天的一切都是我们林家施舍给你的。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一定安分，好好照顾巧巧和我们的孩子。算你识相。行了，去给巧巧熬个鸡汤补补身子，她明天还要和我去丰都国际的原石大会。至于你，明天继续去原石街，搞不到原料，别怪我让你滚出林家。李先生，明天我来接您。好。没用的东西，到底会不会熬汤啊？难喝死了！尽情嚣张吧，你们的好日子马上到头了。那不是周氏珠宝的周总吗？身边那个男人是谁啊？看着有点眼熟，好像是林家那个上门赘婿李健。李健，谁让你进来的？这是金陵顶层的原石大会，你一个吃软饭的上门赘婿也配踏进这里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李健，我们林家好心收留你，你反倒到处给我们丢人现眼，这种场合你也能来？赶紧滚，别脏了大家的眼！哟，这不是林家的上门狗吗？你竟然真敢拿着从我这儿骗走的邀请函来这原石大会？怎么，你一个泥腿子真想挤进上流圈子？你痴人做梦！李健，我警告你，立刻离开这里！再在这丢人现眼，回去我立刻把你赶出林家，让你留宿街头。林董，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。李先生是我周新元专程请来的贵宾，是我的合作伙伴，轮不到旁人随意羞辱。什么？李健这个废物是你的贵宾，是你的合作伙伴？没错。还有，请林小姐自重，李先生毕竟还是你的老公。你骂他是废物，那林小姐你呢？新月，你何必护着这么一个废物？他就是林家吃软饭的赘婿，没背景没实力。昨天他顶多就是运气好，赌赢一块石头而已，根本登不上大雅之堂。周总身份尊贵，何必和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人牵扯？
他在我们林家连个下人都算不上，哪配和您谈合作？李健，你别以为认识个周总就能咸鱼翻身，你这辈子就是个底层苟活的废物。要不是我林家抬举你，你在金陵连口饱饭都吃不上。听到没有？还不赶紧滚！别在这儿撒泼，你也不想让大家都知道林家大小姐肚子里的孩子是个黑贵的吧？李健，你什么意思？哈哈哈哈！李健，你还想在原石大会上逞能？这里全是顶级原石，可不是原石街那种小地摊儿。我倒要看看你今天还能不能靠运气蒙混过关。不知好歹，无药可救。有透视在，全场原石优劣尽在我的掌握。今天，我就要彻底碾碎林家的傲慢，打烂赵天豪的嚣张，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都瞪大双眼。这块原石为缅甸老坑料，起拍价2000万。2500万。这块原石是真的好，但是这赵少出价太高，我们怕是争不过他，先观望吧。李健，你不是自认眼力过人吗？有本事就跟着竞价，别只会躲在女人身后装深沉。怎么不敢加价了？废物就是废物，永远只敢嘴上逞强。外皮看着完美，但内部大概率是废料，是商家做过皮相的陷阱，也只有赵天豪这种草包会上当。赵少这么喜欢，自己拿下就好，只是怕花了大价钱，最后血本无归。你敢咒我？我赵家玩原石几十年，还用得着你一个废物指指点点？我出3000万。 3000万拿下顶级老坑料，等下解释出极品翡翠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憨批！现在全部竞拍结束，大家可以去自选原石区自行挑选原石，私下交易。这里都是大会精选的高端原石，价格最低也要500万起步。你看好哪几块？ 慢慢看，好好挑，别挑来挑去，最后选一块垃圾废料。装模作样，明明没实力，非要硬撑，以为搭上周总就可以为所欲为。等会儿挑错石头，赔得底朝天，我才不信周总会管你。没事，不用管他们，就算不为了你，我也不会输。 我就要这块，我就要这块。李健，你还来这套？你以为捡漏一次就真当自己是赌石大师了？好运不可能一直跟着你的。果然是底层眼光，专挑这种没人看得上破烂。600万扔进去，连个水火都不会有。这种原石外皮粗糙，毫无品相，100%垮掉。是啊。 他这是妥妥的外行瞎选。这块原石外表确实太普通了，风险很高。你要不要再斟酌一下，换一块品相好的？不用换，就这块。我确定，这块石头会惊艳全场。行，我就等着看你怎么翻车。等会儿解石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圆自己的大话。赵少眼光真好，老坑大料，必出极品。对。 这3000万花的全自知，少说翻几倍。有些人只会装腔作势，选块没人要的烂石头，等下解石垮掉，看他还有什么脸站在这儿。刚才差点被李健这个废物唬住，看来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废物。不自量力，自取其辱。希望今天能让他彻底认清自己和我们上流圈子的差距，以后老实在我们林家当个任劳任怨的奴才。李健，我相信你。
两位老板，谁先开始？我先来，让大家先开开眼，再看某些人怎么丢人现眼。我赵家做珠宝几十年，看料从没失手，这块老坑料必出高兵种。怎么没绿？看着有点悬啊，难道我们真的看错了？没事，只是没切到位置，继续往下切。赵少，垮了，从头到尾都是废料，无种无色，一点翡翠都没出。不可能，我花3000万拍的老坑料，怎么会是废料？你是不是切错了？完了，真垮了，这3000万直接打水漂了。看着品相极好，原来是做了假皮的陷阱。赵少这次真是栽大了。都怪你这个晦气玩意儿！刚才若不是你咒我血本无归，我也不可能开出这废物。自己眼力不行，被人做皮相套路，反过来赖我。赵天豪，输不起就别玩。赵天豪，愿赌服输，自己看走眼，牵动旁人算什么本事？行，老子认栽。但是我不相信你这600万买的破烂能开出好料。没错，你这废物根本不可能比过赵少，这破石头里就不可能有好东西。你以为当了我林家几天的原石采购经理，就真的有了通天本事？我林冲山混迹商场几十年，一直信奉一句话：山鸡就是山鸡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变成凤凰。那你还有你们可看好了。赵少3000万的好料都垮了，这块没人要的破烂还能开出花来，等下一定垮得更惨。李健，你别硬撑了，现在主动认输还能留点脸面。李健，等下你要是垮了，就得给我跪下磕头叫爷。之前你侥幸赢了我的邀请函，今天我要让你加倍偿还。好啊，你要是输了，也是跪下磕头。不过叫爷就算了，我没你这么蠢的孙子。行，你有种，赶紧给我切开这破石头。李先生，怎么下刀？顺着边缘擦拭就好，不要伤了里面的玉肉。出绿了，还是顶级正阳绿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几十年难遇的顶级大料，满肉正阳绿，种水顶级，无棉无裂，价值起码上亿。这水头，这颜色，我做了20年珠宝生意，头一次见到这么完美的正阳绿。保守估计价值2亿，这李健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怎么样？李健，你又赢了。是我们又赢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一块没人要的破石头，怎么会出这样的大货？他怎么可能有这种眼力？不可能，他就是个底层打工仔，怎么可能开出这种极品？一定是作弊，对，他一定是作弊了。这林家小姐怎么说话都不过脑子，赌石这东西怎么作弊？他分明是接受不了自己一直踩在脚下的赘婿突然一飞冲天，存心找茬呢。作弊？全场几百双眼睛盯着，原石从自选区直接上解石机，怎么作弊？林小姐，您是来原石大会丢人现眼的吗？你们胡说什么？赵少，该兑现赌约了，跪下，磕头。李健，你他妈的别太过分！让我给你下跪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怎么，赵少这是要赖账？刚才可是你自己当着全场几百人的面说的，我要是垮了，我给你跪下叫爷。现在我赢了，你就不认了？本想着这次一雪前耻，证明给爸看，我有足够能力接他的帮，竟然又在李健这个废物这栽了跟头，我回家该怎么交代？李健，够了！赵少什么身份？你又是什么身份？让你侥幸赢了一次，你还真以为自己一步登天了？还不给赵少道歉认错？认错？林重山，那你又算什么东西？也配命令我道歉？混账东西！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我说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在你们林家当牛做马9个月，你们把我当狗使唤，我忍了。但是今天，我李健凭自己的本事站在这里，你林重山没有资格对我指手画脚。反了，真是反了！你个白眼狼，我们林家养你9个月，你竟然敢这么跟长辈说话！你忘恩负义，你不得好死！
恩？你们林家对我有什么恩？让我住地下室吃剩饭当免费劳动力，这叫恩？还是说让你女儿肚子里装着别人的孩子，让我当接盘侠，这叫恩？李健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是不是胡说八道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你闭嘴！你凭什么污蔑我？林巧，你脸皮真厚。李健，你少在这逞威风！就算你今天运气好开出了翡翠，你依旧是那个吃软饭的上门赘婿，骨子里还是那个底层废物。各位都看清楚了，他不过是走了狗屎运。赌石本就10赌9输，他能赢一次，难道还能次次都赢？一个连门都摸不清的外行，也配称有眼力？赵少说的没错，赌石靠的是经验，哪有人能把把都中？估计这小子这2天撞大运了，以后一定没这么好运气了。听见没有，李健？你以为开出一块翡翠就能翻身？你想真正逆袭，得靠真本事。好，我只是一次走运是吧？开出一块翡翠翻不了身是吧？那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实力。这块擦南面3公分，内部有冰重翡翠，拳头大小，价值2000万。又出绿了，还是冰种。这块从中间切开，内部有高品种飘花，价值5000万上下。又中了！这怎么可能？赵天豪，现在你还觉得我是运气吗？你说我是废物，说我是上门狗，说我底层泥腿子不配进上流圈子。那现在呢？你赵家3代玩原石，是金陵珠宝世家，但你却连我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赵天豪，我们到底谁是废物？林重山，你说我是山鸡变不成凤凰，那现在呢？我开出的翡翠价值超过5个亿，如果我没算错的话，现在的林家全部资产都不足这些吧。各位，我李健入赘林家9个月，当牛做马，忍辱负重，换来的只有无尽的羞辱与践踏。今天我站在这里，凭的是我自己的本事。从今天起，我李健正式与林家断绝关系，不再是林家赘婿，不再是任何人的奴才。至于你们欠我的，我会一笔一笔连本带利讨回来。我会一笔一笔连本带利讨回来。李健有这样的眼力，绝不能让他离开林家。李健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以为在外面攀了个高枝就能甩开我们林家？我告诉你，你做梦！你个白眼狼！我们林家养了你9个月，供你吃，供你住，你现在有点本事就想甩开我们？我告诉你，门都没有！李健，你不能这样，我肚子里还有你的孩子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母子？虽然这一家子尖酸刻薄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孩子是无辜的。孩子马上就要生了，这时候说断绝关系，是不是太绝情了？心月，我来处理。既然他们林家一点脸都不要了，我就成全他们。你们一家子还真是比我想的更要下作。之前嫌我废物，对我颐指气使，现在看我有用，不想放我走了。林巧，你确定这孩子是我的？当然是你的，不是你的是谁的？那天晚上你喝醉了酒，对我做了那种事，现在想不认账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老天爷呀！你睁开眼睛看看啊！这个畜生糟蹋了我女儿，现在还不认账，我们林家造了什么孽啊！李健，我知道我们平时对你严了点，但你也不能这样恩将仇报。巧巧为了你受了不少委屈，你就看在她怀着你孩子的份上，别闹了。有些人啊，开出了几块石头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，连自己孩子都不认，这哪是男人啊？这分明是畜生！不管以前受多大委屈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没必要这么绝情。林家虽然刻薄，但林巧怀有孕，李健这么硬刚，未免太不近人情了。李健，我知道之前我对你态度不好，但是因为我怀孕了，激素不稳定，
不是我真心想苛待你的。我们夫妻一场，现在还有个孩子，你就别意气用事了，和我回家吧。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嫌弃你，我们安安稳稳过日子。巧巧啊，你何必这么卑微呢？妈当时要是知道他李健是这么忘恩负义、不负责任的东西，绝对不可能松口让你下嫁给他。李健，见好就收，今日你风头出尽，别把事情做绝。只要你乖乖回归林家，之前所有矛盾一笔勾销，我依旧把原石采购大权交给你。之前你们瞧不起李健，对他呼来喝去，如今看他展现出了过人眼力，又开始用孩子裹挟他，你们林家未免太势利了些。周总，这是我们林家的家务事，还轮不到你这个外人插手。精彩，实在精彩！你们一家三口不去排戏，真是浪费天赋。李健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还是不肯罢休，非要在这儿闹得难堪吗？我当时选中他下套，不就是因为他是底层没权没势的废物吗？不是亚洲人，是白人混血，不也挺好吗？至于李健那个窝囊废，最后还是得老老实实回来给我们当牛做马。这假的，这是伪造的，是你合成出来污蔑我们的。伪造？我这儿不仅有录音，还有视频，需要我放出来给大家看看你们当时的嘴脸吗？林巧，你说你肚子里这个野种有没有可能是个黑贵？我的肚子好痛！救命！快来人！我女儿要出事了！急救！快叫急救！等等，不用叫了，在这儿，他就能把孩子生下来。李健，你疯了！孩子怎么能在这儿生？你别把事情做得太难看了。我说了，你们欠我的，我会加倍清算。夫妻一场，我提前为他准备了最好的生产团队，保证这个孩子万无一失的出生。李健，你这个疯子！参加这原石大会的都是金陵数一数二的人物，让诸位见证你们林家金孙的诞生，是好事啊，林董。你今天故意多次提醒他孩子的事，就是为了激他的情绪，让他早产，当容生下孩子。我查过他产检报告，胎盘已经3级成熟，情绪波动就能引发宫缩。别动了，看着心烦。今天我们林家的颜面都让他李健给毁了。说不定是李健故意炸我们。巧巧肚子里孩子最多是白种人，就不可能是黑皮肤的，肯定是李健故意恶心我们。只要孩子生下来肤色正常，一切都好说。到时候我一定让李健生不如死，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对，一定让李健这个混蛋付出代价。李健，要是孩子正常，今天你就是自取灭亡，当众污蔑岳父岳母妻子，你会在整个金陵上流圈彻底身败名裂。当人生孩子，这兄弟是个狠人。你确定不用给他们留最后一丝体面？体面？他们不配。没事的，肯定没事。再不济，也就是普通混血小孩，皮肤白一点，五官深邃一点，没人能看出来破绽。只要熬过今天，我们林家还是金陵有头有脸的大家族。李健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现在叫停，拆掉棚子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否则等孩子平安出生，孩子血统清白，我一定会让你在金陵彻底除名，永世不得翻身。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机会。别急，你的黑孙马上就要出来。生了！听这声音，
说，我林家不可能出这种笑话。李健，你的死期到了。你仔细看看，那是什么？不可能！这是什么？黑的，真的是黑的。不是这样的，这是李健故意陷害我的。李健，这孩子是你的，是你的。我的？林巧，你当我傻，还是当在场的诸位都傻？这孩子皮肤有发厚唇，分明是非洲血统。你告诉我，我李健哪点像非洲人？这林巧也太不要脸了，证据确凿还嘴硬呢。难怪李健要离婚，哪个男人受不了这侮辱？这林家真是烂泥扶不上墙，当初就不该和他们合作。赵天豪，这是要走了？刚才不是言之凿凿的装正义使者吗？不是说我是畜生不认孩子吗？现在孩子生下来了，要不你帮我认下他？李健，你有种！这些账我赵天空记下了，下次再见你死定了！好啊，我等着和你下次见面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赵少要保重身体，不要被你爸打断了腿，瘫在家里出不来。林董，你们林家不是想要我回去继续当牛做马吗？其实也不是不能考虑，不过你们要答应我几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第一，公开承认你们骗婚；第二，赔偿我精神损失是费10个亿；第三，你带着林巧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跪下道歉，说不该崇洋媚外，生下便宜黑贵的孩子。你做梦！那就算了。但是我让你们林家靠着这个宝贵金孙火遍整个金陵，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说声谢谢？老林，造孽的东西，你不得好死！那要让你们失望了，我李健从今天开始一定会好好活着，并且会越活越精彩。新月，我们走。你今天这一出，可真够狠的。林家从今天起，在金陵算是彻底抬不起头了。他们当初设计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我不过是把欠我的连本带利讨回来。刚才那些原石还要麻烦你派人清点结算，到时候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，分给我该拿的就好。放心，李健，谢谢你。谢我做什么？咱们合作共赢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先休息2天，然后我要去瑞城。瑞城？你去那里做什么？金陵的原石市场已经被林赵2家垄断了，要打造自己的商业帝国，就必须去瑞城，打通一手货源。只有掌握了源头，才能真正打破他们的垄断。瑞城那边水深得很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，我陪你。不用，周氏业务繁忙，你走动不方便，我一个人去就好。放心，我不会有事。等我回来，就是我们彻底翻身的时候。建哥，咱们真要去瑞城啊？那地方我听说道上人特别多，不太平。怕了就留在金陵。不怕不怕，要不是建哥你带我出来给我口饭吃，我还在村里当守村人呢。所以建哥去哪儿我都跟着。瑞城的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航班即将开始办理登机手续。建哥，你真要去瑞城啊？那边人生地不熟的，我担心你。我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先在金陵帮我盯着林家，需要你的时候我会叫你过来。那你一定要快点需要我，人家很想你呢。金陵这边的事交给我，你放心就好。
有事随时联系我，等你回来。好，等我回来。建哥，这也太热了吧！先去找个酒店住下，然后去市场转转。瑞成，我来了，林家、赵家，你们等着，等我从这里带着顶级货源回去，就是你们的末日。终于能歇会儿了。杨斌，你去打听一下，瑞城最大的原石市场在哪儿？明天一早我们去看看。好嘞，我这就去。属于我李健的时代，马上来了。果然是大市场，好货不少。这位先生是第一次来瑞城吧？是第一次来，小姐好眼力。看你的样子就知道，老手不会像你这样东张西望。我叫秦小阮，京城来的，做翡翠生意。这是任世飞，瑞城人家的独生子。李健，金陵来的。金陵那个小地方也能出翡翠商人？任少，你能不能别这样说话？李先生，既然都是同行，不如一起转转。好。这块翡翠至少值2000万。老板，这块石头我要了，300万，不还价，成交。300万买这么个破石头，金陵来的土包子，你是不是钱多烧得慌？李先生，你这么确定这块能出好货？不确定，不过赌石嘛，赌的就是眼力。小阮，你看好了，这小子手里的原石肯定要垮的。300万买那种品相的石头，不是外行就是傻子。从这边切3公分。出绿了，不对，是紫罗兰，极品紫罗兰。这水头，这颜色，至少值2000万。300万买进，2000万卖出，这兄弟是高手啊！是啊，这眼力也太毒了。秦小姐，有兴趣吗？2000万让给你。成交。李先生果然好眼力，不知道李先生有没有兴趣长期合作？秦小姐爽快，我自然乐意。这小子抢了我的风头，还敢跟小阮走这么近，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他不知道我任世飞是谁。李健，敬你，今天让我赚了笔大的。互相成就。李健，你这次来瑞城不只是为了赌石吧？秦小姐果然聪明，我想在瑞城打通一手货源，然后运回金陵自己开店。自己开店，很有想法嘛。我在瑞城有渠道，可以帮你。条件呢？爽快，我需要你答应我，以后你开出的好货优先供应给我，价格按市场价，不压价。可以，但我也有一个条件。说。我需要你帮我引荐瑞城这边的几个大矿主，我要直接跟他们拿货，不走中间商。直接跟矿主打交手，那可不是容易的事儿。他们一般不跟生面孔做生意。只要秦小姐帮忙牵线，剩下的我自己来。好，我帮你。健哥，酒店那边都安排好了，黄雅琪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明天就能到。这是你的人？我老家的兄弟，现在是我的司机兼助理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有事随时联系我。矿主那边我约好了告诉你。好，多谢秦小姐。健哥，那个秦小阮看起来不简单啊。当然不简单，京城来的，
能在瑞城站稳脚杆，没点背景怎么行？那剑哥真要跟他合作？合作可以，但不能完全信任。在商场上，利益才是永恒。剑哥，我来了。辛苦了，先去房间休息。剑哥，你急着让我来瑞城，是要我做什么？帮我勾引一个人。剑哥，那你真是找对人了。勾引人这种事儿，我最在行。对方是什么人？长得怎么样？那个人叫任世飞，瑞城本地的地头蛇，家里有点背景，我要你接近他，取得他的信任。然后呢？然后监视他的一举一动，及时告诉我。为什么？你和他有仇？这次瑞城之行对我们很重要，我担心他背后使绊子，你见机行事就是了。没问题，一切听剑哥安排。据我调查，任世飞这个人好色、虚荣，喜欢在女人面前显摆。你只要表现出对他的崇拜，他很快就会上钩。明白。这里面有50万，是你的活动经费，买几身像样的衣服，打扮得漂亮点。剑哥放心，我一定把这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。剑哥，那你对我就没有其他的吩咐吗？好了，你先休息，晚上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李健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和之前变化这么大？看到那边那个穿白西装的了吗？就是他。长得还不错，就是有点油腻。油腻就对了，越油腻越好上手。我先走了，你见机行事。谢谢你，我没事，就是高跟鞋不太好走路。那我扶你去那边坐吧。鱼上钩了。剑哥，怎么样？搞定了。走吧，回去。小子，任少说你抢了他的女人，让我们给你点教训。识相的，跪下来磕3个头，然后滚出瑞城，这事儿就算了。就凭你们这几个臭鱼烂虾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兄弟们，给我打！回去告诉任世飞，要玩就玩大的，别整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。李健，矿主那边我约好了，明天下午在郊外的矿场见面。好，多谢秦小姐。李健，我听说昨晚你在酒吧门口打了任富飞的人。他先动的手，我正当保卫。任富飞这个人睚眦必报，你得罪了他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等着。李健，你真的只是金陵来的一个小商艺人？不然呢？我不信，你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气质，不像普通人。秦小姐，与其关心我是谁，不如关心一下明天的矿场之灵。那个矿主有什么讲究吗？那个矿主叫彭天祥，
是瑞城最大的矿主之一，手底下有好几个矿场。他这个人贪财好色，但做生意还算公道，只要给够钱，什么都好谈。任少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这点小钱算什么？只要你喜欢，天上的星星我都给你摘下来。任少，你对我太好了。雅琪，我对你的心意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明白。秦小姐，好久不见！彭总，打扰了，这位是我朋友李健，金陵来的。金陵来的，那个小地方也有翡翠生意，小地方也有大生意。彭总，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谈笔长期合作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我需要稳定的翡翠原石供应，每个月至少1000万的货，价格按市场价，我可以预付30%定金。1000万，小伙子。你吃得下这么多货吗？彭总放心，钱不是问题，我只要最好的货。好，我喜欢爽快人。这样，你先拿500万的货试试水，如果合作愉快，以后长期供货。没问题。这些都是刚从矿里挖出来的好货，随便挑。内部有高冰种飘花翡翠。彭总，这块我要了。小伙子，你确定？这块石头品相一般，我本来打算便宜处理的。我相信我的眼力。把这块石头搬到车上。这金陵来的小子眼光也太毒了吧，挑的全是我这里最好的货。李健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赌石这么厉害？李老板，我彭天祥在瑞城混了20年，见过不少赌石高手，但像你这么年轻的，还真是头一回见。彭总过奖了，我只是运气好。赌石没有运气，只有眼力。李老板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，这是我拟好的长期供货合同，你看看，每个月至少供应1000万的货，价格按市场价9核算。没问题，不过彭总，我有一个要求。你说。我需要的原石，必须是我亲自来挑。哈哈哈哈！好，就冲你这自信，我答应你。恭喜2位，合作愉快。李健，你伤了我的人，还想在瑞城混下去？任是非，光天化日，你要干什么？小阮，这不关你的事儿。今天我就是要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外地佬。你是铁了心要跟我作对？是又怎么样？在瑞城，我任是非说了算。今天，你跪下来，给我磕100个头，然后滚出瑞城，我就放过你。否则怎么样？兄弟们，给我打！打死算我的！
就这点力气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拦住他！站住！李哥，饶命！是任少逼我来的。我知道。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你以后在轮椅上过；二，从今天起，你跟你的人跟我干。李哥，您说的是真的？我李健说话从不反悔，跟着我正规谋生，重新开始，跟我作对，我会让你们付出100倍代价。刚子愿意跟着李哥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任世飞，你不是要打断我的腿吗？来啊！李健，你不能动我！我舅舅是市场管理部副经理，我爸是……我知道，你爸开工厂，你妈是银行高管，你姐夫是警察局副组长。但这又怎样？今天是你先带人打我，我正当防卫。就算闹到警察局，也是你先动手。今天我不动你，不是因为怕你，是因为你还不够格让我动手。疼吗？皮外伤，不碍事。你一个人打30多个，太冒险了，以后不能这样了。我有分寸。李健，你到底是谁？一个普通的珠宝采购，不可能有这种身手。以前为了生计兼职做过散打陪练，我能走到今天，多亏了过去那些不好的痛苦的经历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任世飞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知道，所以必须彻底解决它。小阮，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，帮我打听一下任世飞他姐夫的信息，越详细越好。好。你跟任世飞到哪一步了？我还没让他得手，一直在吊着他。很好，今天也多亏了你提前通知我，继续跟着他。以后他去了哪里，见了什么人，说了什么话，我都要知道。明白，建哥，你跟那个秦小阮是什么关系？这不是你该问的。李老大，我那些兄弟，您打算怎么安排？你的人有多少？我会注册一个安保公司，你的人全部入职，交5险1金，发固定工资，从今天起正式洗白。李哥放心，谁敢不听话，我第一个收拾他。这里是50万，拿去给兄弟们发安家费。接下来我有大动作，需要人手。李哥，我这条命以后就是您的。
这个地方以后就是我们的基地，安保公司注册手续已经在办了，名字就叫建阳安保。建哥，这名字，建是我的建，阳是陆正阳的阳，我等他来。老板，陆仲阳前来报道。欢迎。老板，我跟着你，只有一个条件。说。小英还小，我想让她去金陵读书。没问题，金陵那边我会安排好。透视范围又扩大了。你要的资料我查到了，魏国良，芮城市公安局副局长，任世飞的姐夫，3年前破获一起大案，升任副局长，风评不错，但有个软肋，他儿子有先天性心脏病，需要长期治疗。为了给孩子治病，他收过一些不该收的钱。知道具体数目吗？还在查，不过可以肯定数额不小。很好，这个信息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。李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在芮城立足，就必须搬掉任世飞这颗石头，但搬石头不能用蛮力，得用巧劲儿。人家在芮城根深蒂固，黑白两道都有势力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我知道，谢谢你，小阮。别动手动脚的。那个李健最近在干什么？还在那个破厂房里折腾，听说还开了个什么安保公司。安保公司？就他？任少，那小子不好惹，您忘了上次我们30多个兄弟都被他打趴下了。我不听这些废话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把他赶出芮城。任少放心，我已经在想办法了。这是50万，你先拿着，事成之后再给你50万。谢谢任少。李哥，对方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想办法赶你走。知道了，钱你留着，继续配合他就好。明白。不好意思啊，这块不卖。不对劲，怎么这些店主都不卖给你？任世飞出手了。听说你最近在芮城很活跃啊，不过有些地方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。黄经理，我买石头是光明正大的生意，你这么做不怕坏了市场规矩？哼，规矩，我就是规矩，在芮城，我说了算。行，黄经理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李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既然明着买不到，那就暗着来。李健，我想起来了，彭总那有门路，专门做缅甸直供的，可以不经过市场。李老弟，这次来找我是什么事儿？彭总，我听说您手里有缅甸一手货源，不经过市场。有这个门路，不过风险大，不是熟人不做。我理解，不过我可以让彭总看到我的诚意。这里是500万，算定金，我要一批货，价值2000万。如果合作愉快，以后长期合作。李老弟爽快，不过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，那边不太平，货到了边境，你得自己派人去接。没问题，我最不缺的就是人手。老板，训练进度正常，再有1个月，这些人就能拉出去干活了。1个月太慢，我有批货半个月后到边境，需要人手去接。老板的意思是，不走正规渠道运过来的原石，路上注定不太平，所以需要兄弟们费点心思。明白，我会加紧训练。正阳，这件事交给你，我放心。在芮城怎么样？有没有把我忘了？忘了谁也不会忘了你，我每天都在想你呢。油嘴滑舌。对了，按照你的要求，金陵的医院已经开起来了，下周就能开业，你要不要回来？开业那天我尽量赶回去，等我吧。好，等你。林家又要见面了。
剑哥，任是非起疑了，他怀疑我是你派来的，但是被我否认了，他暂时相信了。你以后不用再跟着他了，回金陵吧。想必林冲山那边也一直在等你回去。剑哥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现在一心跟着你，没有外心。我知道，所以我需要你回去帮我盯着林冲山。对了，任是非最近在联系他姐夫，想要去搜查你工厂，故意找麻烦。喂，小阮，魏国良那边查到什么了吗？查到了，他收过人家200万，用来给孩子治病，证据我拿到了。很好，明天我们去会会这位魏副局长。你是李健，听是非说最近你在瑞城很有名气啊，你约我出来干什么？你从哪里弄来的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手里的这份文件一旦泄露，您这半辈子就白干了，不是？你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管好你小舅子，别让他再来找我麻烦。他在瑞城怎么横行霸道我不管，但别惹到我头上。你也不希望因为任是非那个蠢饭把您自己的前程搭进去吧？希望你理解，我不是威胁，是真心的劝导。我知道了，国良大哥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希望我们以后能成为朋友，而不是敌人。关于李健的事，以后我们都不要插手。为什么？那小子欺负是非，咱不是说好要去他工厂查他吗？他不是我们能得罪的人。明白了。李先生，您来了。上次的事是误会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往心里去。黄经理，现在我可以买石头了吗？当然可以，您随便挑，看上哪块跟我说，我给您打折。你行动这么快？时间不等人。卖，当然卖。李先生看上哪块都行。黄经理，今天辛苦了，改天请你吃饭。不敢不敢，李先生客气了。这批石头，明天运回金陵，周氏的周新月会派人来接。明白。这块石头价值至少5个亿，等回金陵再解，给新月一个惊喜。是非，从今天起，你别再去找李健的麻烦。姐夫，为什么？他欺负我！我说不行就不行，你再找他麻烦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是非，你要是不想人家倒台，就别再意气用事。听我一句劝，有些人你惹不起。李健，你瘦了，不过平安回来就好。走吧，车在外面等着呢。想你了。注意场合。周总，害羞了？我也想你了。哎，等等我。小健回来了，路上累不累？不累。爷爷，您身体怎么样？新月这丫头对我比你这个亲孙子都好。小子，你什么时候把新月娶回家，给我当孙媳妇？
这个得看新月什么时候愿意了。李健，你别胡说。瑞城那边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货源渠道已经打通，安保公司也在筹备，再有1-2个月就能正式运转。那个任师非还会找麻烦吗？他不敢了。本来我和他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只是他嚣张惯了。这次我灭了他的威风，他以后能学会低调点。对了，新月，医院什么时候开业？3天后。医院的负责人，你让我用你的老同学苏小磊，你是不是有别的目的？你不会对他图谋不轨吧？有你这样的绝色美女在身边，我还需要别人吗？真的？我的一切都留给你一人。听说李健从瑞城回来了，带回来一大批原石。这个废物竟然活着回来了！我们之前小看他了，早知道在他去瑞城的时候就应该给他下点手段，让他没机会回来。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，如果让他做大了，金陵的市场就没我们2家什么事儿了。天豪，你有没有什么主意能拿下李健？他回来开了一家医院，等开业那天，我们去打探一下虚实，再做计划。听说这家医院的老板就是之前林家的上门女婿李健，可不是嘛？现在人家翻身了，据说如今身家10几个亿。林董、赵少、稀客，你们是来为我庆祝的吗？李健，好歹咱们也曾是一家人，你开业，我怎么也得来捧个场。是啊，李总现在是大人物了，我们这些小角色可得巴结着点儿。既然2位厚着脸皮来了，我也没有赶你们出去的道理，里边请吧。曾经我因为家人病重，走投无路做了赘婿，如今我的人生有了新的开始，所以我开了这家医院。今后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百姓，只要进了这家医院，都会得到最优惠最好的治疗。说的比唱的好听。李健，你害了我家巧巧身败名裂，害得我林家颜面扫地，我不会让你过上舒坦日子的。李健，恭喜啊！那是京城秦家的大小姐秦小软。李健居然认识秦家的人。李总，小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秦小姐太客气了。秦家的人都来了，这小子真的不好对付了。不好对付又怎样？他曾经就是我们林家的上门赘婿，是我们林家的狗。我就不信这个废物还能翻了天去！你打算怎么办？明的来不了，就来暗的。他不是有批原石要从瑞城运回来吗？我准备找人把货劫了，给他点教训。这风险太大了吧？他李健让我林家成为金陵世家的笑柄，如今竟然还混得风生水起，我林重山绝不可能放过他！秦小姐，喝茶。谢谢。周总年轻有为，真是让人羡慕。小阮姐也不差呀，京城秦家的大小姐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健哥，你惨了。闭嘴，写你的作业。这小健不愧是我孙子，比他爷爷我当年还厉害。李健，我这次来金陵，不只是为了参加你的开业典礼。我知道，说吧，什么事？我爸想见你。你爸？秦家掌门人？对，他对你在瑞城做的事很感兴趣，想跟你谈谈合作。
好，什么时候？越快越好，明天。行。建哥，秦家那老头子见你，不会有诈吧？不会，秦家在京城的地位，犯不着跟我一个小人物玩阴的。那他们想干什么？合作，或者说，想看看我有没有资格跟他们合作。小阮经常跟我说起你，他说你很特别。秦小姐过奖了。我不喜欢拐弯抹角。听说你在瑞城打通了缅甸的渠道，正在打通，还没有完全成型。10成。你要是跟我说已经打通了，我反而不会信你。我秦家做翡翠生意几十年，在京城也算有一席之地，但这些年缅甸那边的货源越来越不稳定，我们需要新的渠道。秦老的意思是，我想跟你合作，你负责货源，我负责销售和市场，利润5-5分。秦老，5-5分太低了，我要6成。小伙子有意思，好，6成给你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亲自去缅甸，把渠道彻底打通。爸，那边很危险啊！我没问题。你跟我爸谈生意的时候一点都不紧张，竟然还能讨价还价。有什么好紧张的？他又不会吃人。你知道多少人见我爸连话都说不利索吗？那是因为他们有所求，我不同。我有他想要的东西，他也有我想要的，我们是平等的。李健，到现在我好像都没有看透你，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一个想活出自己样子的人。老板，那批货已经安全运到了，周总那边验收过了，品质上乘。好，接下来有一件更重要的事。这是缅甸翡翠矿区的分布图，我准备亲自去一趟，把一手货权彻底打通。缅甸那边很乱，武装势力错综复杂，我知道，但是我必须得去。郑阳，你的人训练的怎么样了？30名精锐，随时可以出动。好，选10个人最好的，跟我一起去。明白。建哥，有人盯梢。我知道，林崇山的人。老板，要不要？不用，让他们看。林崇山，你想看就让你看个够。李健，你继续得意吧，你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。你真的要做这么绝？他毁了我林家的名声，断了我们的财路，做的就不绝吗？李健，这次我会让你永远留在那里。李老弟，你可算来了，走，我带你去看看新开采的料子。这批料子品质极高，我已经让人初步筛选过了，你看看有没有中意的？这么大的料子，至少值20个亿。这块，这块，还有旁边那3块，我都要了，价格你开。这批料子1个亿，打包价。成交。不许动，放下武器。放下武器。那些人交代了，是林崇山出钱雇佣的他们。林崇山，你还真是有本事。这些人该怎么处理？交给当地相关部门。明天我们先带着挑好的原石回金陵，林家的账，我会一起清算。
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饿了吧？锅里炖着鸡汤，我去热。没受伤吧？没有，好着呢。好，那就好。我这次带回来的货够我们吃3年。真的？真的。其中有一块极品帝王绿，价值超过20个亿。20个亿？这怎么可能？等解出来，你就知道了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，花了几百万，连个人都杀不了。李健这批货如果进入市场，我们2家在金陵就真没有活路了，绝不能让他们这么骑在我们头上。我有一个主意，周新月他爸是个赌鬼，一直在我的厂子里玩，不如我们做个局，让他和李健出点血。好，李健和周新瑶关系匪浅，他一个底层渣子出身，一定把钱看得很重，不会管周家的死活。到时候若我们顺势收购周家的股份，让李健彻底失去周家这个盟友。赵少，不是说好了宽限我几天？我欠你厂子里的钱一定能还上。周叔，说这些就是见外了。今天我来不是找您要钱，而是给你提供一个挣钱的门路。周董别误会，我不是来笑话你的，我是来帮你的。这是收购意向书，我想买上周氏珠宝30%的股份，价格绝对公道。你这是在趁火打劫！周董，这会儿知道你着急用钱，也是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才出这个价的。换做别人，连这个数都不会给。林冲山，你这是要断我周家的根！周董言重了，我只是想跟周家合作共赢。你拿了这笔钱，可以马上填上你的窟窿，而且以后周氏有我们林家罩着，更不会倒。是啊，周叔，您考虑考虑，过了这个村儿，可就没这个店了。不用考虑了，我周华福就算是死，也不会卖周家的股份。来人，送客！周董，你好好想想，3天之内给我答复，否则这个价都没有。不识抬举！爸，您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新月，爸对不起你。爸，到底怎么了？爸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您不知道那是无底洞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可是当时鬼迷心窍想翻本，结果越输越多。爸，您欠了多少？加上利息，将近5个亿。这件事儿告诉李健吧，他或许有办法。不行，不能让李健知道。他要是知道了，还怎么跟咱们合作？你们之间也会出现隔阂。爸，我相信李健不是那种人。周叔，事情我都知道了。李娟，是输糊涂啊！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，5个亿的窟窿，我帮您填上。李健，你说什么？我说这5个亿我出，但不是白给，算是借您的，等您周转过来了再还我。李健，这怎么行？你跟我们非亲非故。谁说非亲非故？月月是我很重要的人，他有困难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李健，谢谢你。别哭了，这件事还有一个关键，赵天豪的厂子也不大，周叔怎么可能一下子输这么多钱？你是说有人故意设局？这个时候，赵天豪带着林崇山来周氏谈收购，这事和他们脱不了关系。你们放心，赵天豪、林崇山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这一切的一切，是时候一起清算了。郑阳，我怀疑赵天豪在厂子里给周大福设计，你去把证据找到。明白。对了，从缅甸带回来的那块帝王绿，明天解开，让刚哥带人守着，别出岔子。是。李先生，从哪儿下刀？
顺着这条线切，3公分。李健，这不会出什么问题？继续。出绿了，帝王绿，极品帝王绿。继续解，整块都解出来。我的天，这大货得值多少钱？至少20个亿。李健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！你在缅甸一眼就看中了这块石头？算是吧。这里面有5个亿，你先拿去给周叔还债。李健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不用谢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李健，这辈子我跟定你了。李健，你这一路走来不容易，这5个亿也不是小数目，你就不怕我还不上？周叔，您这话就见外了。我跟新月的关系，您不是不知道。再说了，我信得过您的为人，这次只是一时糊涂，以您的本事，用不了多久就能翻身。糊涂啊，我真是老糊涂了。当初要是听心源的话，不去碰那个，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爸，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窟窿提上，然后把那个设局的人揪出来。周叔，您想想，你当时在赵天豪的厂子里玩，是谁陪在你身边的？我怀疑这个做局的人就是你身边的人。我跟我一起去的只有我的助理老刘，但他跟了我20年，应该不会。周叔，人心难测，您想想，最近老刘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？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上个月老刘的儿子突然买了一辆保时捷，他还跟我炫耀来着。我当时没在意，现在想想，他一个助理哪来那么多钱？这就对上了。林崇山和赵天豪收买了老刘，然后联手设局，让您越陷越深。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我这就去把他揪来对质。周叔，别急，现在打草惊蛇，反而会让林崇山有所防备。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，您就当什么都不知道。李健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要不然我周家就毁了。周叔，您放心，林崇山欠我的，欠周家的，我会一笔一笔讨回来。老板，查到了。周大福的助理老刘上个月确实收了一笔钱，300万，转账账户是赵天豪的一个皮包公司。郑阳，我要林峥嵘和赵天豪所有的犯罪证据，一条不漏。收买老刘，设局陷害周大福在缅甸买凶杀人，这些够他坐船牢底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周大福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？赵少，周总这2天情绪很不好，整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。不过，他好像没有联系李健。林总说的果然没错，李健那个废物才舍不得拿自己的钱给周家填空窿。好啊，等周大福走投无路的时候，自然会回来找我们。赵少英明，周天宝那个老东西根本不是您的对手。你那边没有露出马脚吧？没有，我做事很小心，周总绝对想不到是我。很好，这是给你的奖励。谢谢赵总，谢谢赵总。行了，回去吧，记住看好周大福，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。是，一定。李健啊，李健，你以为你能翻身，能斗得过我？你这辈子都只配被我踩在脚下。哟，李大老板怎么有空来看我这个打工的？路过医院，想着好久没见你了，来看看你。算你有良心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你这个人无事不登三宝殿。知我者，小蕊也。医院最近怎么样？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？总体来说还行，不过最近林家的人来过几次，说是要投资医院，被我拒绝了。林家？他们想干什么？说是投资，其实就是想渗透进来。我估计他们是想通过医院掌握你的把柄，
或者找机会搞破坏。你做的对，医院这边你要多留个心眼儿。李健，你一定要小心，林重山这个老狐狸混迹金陵几十年，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我知道，放心，我早就不是当初那个任人欺负的李健了。听说你让秦小姐帮你找到林重山和赵家之间的利益链条，你是想破坏他们？林赵两家根基深厚，只有把这条链条打断，让他们孤立无援，才好动手。李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报仇之后呢？你想干什么？报仇之后，我想好好活着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把生意做大，让身边的人过上好日子。那就祝你心想事成。妈，你能不能让他别哭了？烦死了！孩子饿了，你喂喂他。我不想看到他，你赶紧把他抱走。巧巧，他怎么说也是你儿子呀，你不能这样。他不是我儿子，不是我儿子！我林强怎么会生出这种怪物？巧巧，妈知道你心里难受，但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得面对现实。我怎么面对？现在整个金陵的人都在笑话我，我连门都不敢出。这一切都是李健那个废物害的，要不是他当众揭穿，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李健，我要将你千刀万剐！李健那个白眼狼，早晚会有报应的。你爸已经在想办法对付他了，你放心，他得意不了多久。妈，你一定要帮我报仇，我要李健生不如死。会的，你爸说了，等把李健搞垮就带我们出国，到了国外没人认识我们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出国？好，我要出国，离开这个鬼地方。周大福那边一直没有动静，周氏的股份我们怕是买不到了。那个老东西，早知道当时就应该剁了他一只手。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，我们得想别的办法对付李健，再任由他发展下去，没有活路的就是我们了。雅琪，李健那边你有什么消息？林董，我打听到李健从缅甸运回来一批顶级原石，其中有一块帝王绿翡翠，价值超过20个亿。20个亿？你确定？确定，那块翡翠已经在李健手里了，不过还没有对外公布。这个废物还真是走了狗屎运！难道我们真的要这么输给李健了吗？我们瞧瞧，我们林家被他害成这个样子，我真是不甘心。我也不甘心，凭什么他李健运气这么好？我不相信一个人能一直这么好运。这一次，我要让李健死无葬身之地。你要做什么？李健那个医院，如果能爆出医疗事故，对他的声誉会是致命打击。到时候我们再趁机加一把火，彻底将他踢出金陵的市场。健哥，林重山和赵天豪密谋要在你的医院制造医疗事故，还收买了一个护士。好，我等的就是这个机会，彻底将他们绳之以法。佳琪，医院那个护士叫什么？好，这件事我会处理，你继续盯着他们，有什么新消息马上通知我。重新开始，他们不配，我也不可能给他们重新开始的机会。郑阳，查一下林重山的护照和签证，他要跑，我们不能让他溜了。就是他，我已经让人盯着他了。他每次配药都会多拿一种会导致病人过敏休克的药物，但他还没机会下手，因为那几种药我们管得很严，每次拿药都要登记。他怕留下记录，一直在找机会。不用等了，现在就收网。行动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王芳，有人举报你在药品里动手脚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我没有，你们冤枉我！
王芳，赵天豪约子给了你50万，让你在药品里动手脚，制造医疗事故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。王芳，你是个护士，你应该知道，你如果真做了那种事，会害死人的。你良心过得去吗？我也不想的，可是我儿子得了白血病，需要很多钱。赵天豪找到我说，只要我帮他做一件事，就给我50万。我没得选。你儿子的病，我们医院可以免费治疗，但你得把赵天豪指使你的经过一五一十说出来。真的？我说话算话，但你必须配合我们，把赵天豪绳之以法。我说，我全都说。你这个逆子，你知不知道你干了什么？收买护士，制造医疗事故，这是犯法的。爸，我是想帮家里。帮家里？你是要把赵家拖下水？明天你赶紧去给李健道歉，兴许你还有机会，不然谁也救不了你。爸，让我去给那个废物道歉，这不可能！我不去，你不去也得去，否则你就给我滚出赵家！李健，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我不该收买护士，在你的医院搞破坏。赵天豪，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完了？你想怎么样？我想让你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，为你曾经对我的羞辱、对我的嘲笑买单。李健，你心眼怎么这么小？大家同学一场，你何必赶尽杀绝？同学？我为有你这样目无法纪、为所欲为的同学感到耻辱。李健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我是被林崇山那个老东西蛊惑的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，给我一次机会。错了，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怕了，但是现在已经晚了。赵天豪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赵天豪，收买医护人员，蓄意制造医疗事故，开设非法赌场，恶意设局诈借他人资产，跨境雇佣人员蓄意伤人，证据确凿，我们将依法逮捕你。李健，我错了，求你放过我，我错了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，不能这么对我。李健，你变了。变好了还是变坏了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你变得更强大，也更危险了。不管我变成什么样，对你的心永远不会变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李健，你这个畜生！我林崇山绝不会善罢甘休，我势必让你跪在我身前求饶！林董，你可能没机会了。贱人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你们是谁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赶紧给我冲出！林崇山涉嫌商业恶意竞争、诬告陷害、跨境雇凶伤人、偷税漏税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。我没有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我要找律师。人证物证俱全，容不得你狡辩，带走。是你出卖的我！林董，从你算计李健的那一刻，你们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。李健，李健，你这个畜生，我要废了你！你是张玲，林巧的母亲？是的。你女儿林巧涉嫌骗婚诈骗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不能出门，外面的人都会看不起我出去，我不出去，我没有骗婚，是李健陷害我。有什么话到警察局再说，带走。求求我的求求啊！来，大家干一杯，庆祝小健大仇得报！李健，恭喜你，林崇山倒了，你在金陵再也没有对手了。这还要谢谢你提供的那些证据，没有你，
林冲山没那么容易定罪。咱们是合作伙伴，互相帮忙是应该的。李健，医院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王芳的儿子已经开始治疗了。他说等儿子病好了，愿意出庭作证。好，王芳也是被逼无奈，能帮就帮一把。剑哥，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，当初在金陵我对你态度不好。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，雅琪，这段时间你帮了我很多，谢谢你。剑哥，谢谢你，以后我一定跟着剑哥好好干。好。剑哥，你现在是大老板了，能不能给我涨点零花钱啊？你好好读书，考了第1名我就给你涨。小气。李健，我得回京城了，我爸那边还有事要处理。好，下次我去京城，请你吃饭。一言为定。周总，你可要看好李健，别让他被别人抢走了。放心，我会的。新月姐，你这是宣誓主权啊！李健，你说人为什么要报仇？不是为了报仇，是为了讨回公道。他们欠我的，我必须拿回来。那你现在拿回来了，心里舒服吗？舒服，但不是因为报复了他们，是因为我终于可以做自己了。李健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会陪着你。谢谢你，新月。老天爷，谢谢你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，这辈子我不会再辜负任何人，也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我。